台湾还能继续维持莫可证，指挥中心宣布，近比国内无新增加确诊个案，确诊人数还能维持伫443人。另外，解除隔离人数继续增加，已经有361人民众解除隔离。天内国内已经有加班内，中华职棒筹备美快封民众去到现场看比赛。指挥官陈时中每亲身去到现场，发现外界含有众多的美业蒙人潮，因为人数限制做得对1300人，并用到2300人，也部分还会再个继续研究。为了感谢安心区的医护人员，指挥中心宣布，为控台对急诊医护的前调奖励，提供医院急诊部门负压隔离病房，也系20人的病房，有负责照顾可能也系确诊个案的专职医师人员。医师当日100人员，护理师一般系100人员。国内有些患者治疗过后300采检明星，对医有变作用线的情形。有专家建议考虑为400采检明星增本患者推荐，不过有专家有无强用看法，因为后期偏拖量动态，全系不加持家空间管理就好。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筹备同美国卫生部副部长夏建进行视讯会议，夏建强调台湾对 WHO 有重大贡献，唔本台湾变作管制员，会有风险，还佫有为付出代价。国公局1968 App 年潮机制点伫筹备改版内，本单有210名个点，也下调整减少咗180名个点。先前的版本係新北市日期同个点迁到的。交通部表示讲，一部分係中央同地方向下决定的。